在旧年使快艇冲入来淡水河，经中国海军舰长黄宏勇收容期满，无被遣送，伊竟然会当接受访问，讲伊家己外敖外厉害。另外一名偷渡的中国网红嘛拍影片，讲伊咧等待遣送期间四界佚佗，也佫会当台湾环岛，这两件案例互民众怀疑这对方偷渡来台湾，佫会当讲遮有诶无诶，敢袂伤含啊？ 将中国海军舰长黄宏勇讲是为着追求自由，去年6月驶快艇走入来淡水河，航行期满了后，一直拢无航遣返，留在台湾，佮接受采访。刚才前面那个船上帮我带缆那个呢，我还拿了他，我还让他拍照片嘛。分享当时偷渡来台湾的细节，是讲等台遣返，他会使四界拍照，而且佮唔难一个。然后如果你在台湾想环岛的话，你就直接出发就好了，不需要准备什么证件的，也不要租什么车，那你就是找个认识的人借一辆摩托车。 摄影片分享看到的点点滴滴。2013年，伊有幸偷渡到金门，成功要伫台湾插5星期，等去到中国也一直发表统战言论。下本体。海巡署查到中国的偷渡客，自910年17个到今年10月中为止，增加到45个。若无确实管理，外界烦恼会演变做国安问题。保证金最高只有6万新台币，所以这吓阻力是比较不足的，这些也是需要去从法规层面去进行补强。那第二大部分就是强化监控系统了，那包括就是调查局跟这地方的警力要密切配合。移民署讲，遣返进程前方敢若收容150天。 后续会用代替方案管理，是讲若抓到偷渡人士违反着相关规定，也会当搁再收容。针对遣返中国的停事去拖着，会继续甲中国沟通，就惊互因抓到机会软坑，成做国安问题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